奇美醫院王宇安醫師表示，下肢慢性潰瘍原因很多，主要包括靜脈性、動脈性及神經性潰瘍。若未能找出病因，即使持續換藥，也可能反覆感染，嚴重時恐面臨截肢。台南一位60歲的婦人，因腳上傷口長時間未癒，到醫院接受治療，最後發現原來是糖尿病引起的神經性潰瘍。那個患者來到我的門診的時候，他是已經在外面輾轉流落了非常的久，因為他的那個腳上的傷口就是一直反覆都沒有好轉，而且反而還越來越深。那其實到我的門診的時候，我就發現他的傷口跟一般的潰瘍其實長相是不太一樣的，他的潰瘍的邊緣有圍着一層非常厚的繭。那他本身其實並不知道他是有糖尿病的問題，是我安排他抽血，然後一驗才發現，哇，糖化血色素非常的高，然後請他趕快去新陳代謝科做治療，因為如果這个糖尿病不同時控制好的話，他其實這個潰瘍是非常非常難癒合的。婦人在奇美醫院接受低能量雷射治療，刺激組織修復，改善微循環，最後才讓傷口慢慢癒合。皮膚科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呢，就是叫做低能量雷射，它是比較非侵入性的，雖然這個名字有一個雷射，但是它其實這個能量並不會非常的強，所以病人不需要事先上麻藥，那做的時候其實也不太會疼痛。那這個光呢，它會讓我們的組織產生一定程度的修復，例如血管新生啊、疤痕的形成啊，以及這些膠原蛋白的形成等等，所以做的時候其實不太會痛。那這個時間呢也不會到非常的久，1個禮拜只要做2次，那經過一段時間，其實傷口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改善。王宇安表示，靜脈功能不良也可能造成慢性潰瘍、紅腫，甚至容易被誤認為蜂窩性組織炎。平常時應該避免久站久坐，適度活動小腿，休息時抬高下肢，必要時穿着醫用彈性襪。醫師也提醒，慢性傷口不能只依靠消毒擦藥，尤其不要自行長期使用抗生素藥膏。若傷口數週未癒合，或是反覆紅腫，應盡早就醫，找出真正病因，才能降低感染及截肢風險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